2008年讲要互中火莫阁来烧涂炭，这台中市府呢，昨暗时宣布来核准中火天然气第1号机组先来试营运。台电表示讲，希望年底进前就会当开始来运作。也那环保团体是认为讲，这台中用电正商，就是因为高价电的产业拢伫遐，所以会有政府赶紧动作来减少烧涂炭。普色的烟筒踩伫咧厂区，发电机组已经准备好啊。台中火力发电厂燃气1号机组原定这个月9号试车，经过台电5度送件，台中市政府10号暗时宣布支持蒸汽减碳政策，以空法核准燃气机组试车。其实蒸汽减煤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方向的部分，所以市长也决定说要叫我们赶快进行发放的部分，所以在昨天的部分就赶快把那个许可证审完以后就发出去。台电表示，1号燃气机组试车核准了后，会赶紧来展开作业，希望伫咧年底进行正式运转。另外，2号燃气机组伫咧2026年运转了后，就会拆除烧炭1、2号机组，预计上慢伫咧2034年达成中火无煤。努力在今年的年底前让它能够上线来供电。那另外就是2号机组是规划明年会上线，预计1年就可以供应大概140亿度的稳定电力。最近台电批评台中用电量连续6年是全国上悬，2028年会来到400亿度，认为用电煞无发电，万项代志敢若想着家己。环保团体是认为无必要挑起区域的对立，高耗能产业来到台中，唔是台中人的原罪。我觉得这个已经挑起区域上的对立了，因为中央政府产业发展上一直要台中去接收这种高耗能的产业，逼得变成现在是台中市的用电量多于发电量，但是这并不是台中人的原罪啊。燃煤，我们希望在2028之前能够全部减掉。台中市府表示，空污法规定燃气机组试车期限是100天，时到台电需要提出合格检测报告，环保局就会正式核发操作许可证。台电是希望市府伫咧燃气2号机组审核过程会当更较顺，最近来改善中部的空品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